好，感谢主，谢谢。好，谢谢尤牧师。好哦，那我们先讲解一下那个今天的课程呢，因为我们有录影，然后有线上会上就是会直播，那所以请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关麦克风。那因为是线上录影啊，如果你不想要把你的那个画面跟大家分享，因为会是公开的，你就可以把你的画面关掉，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校长，好，我们非常高介绍一下兴讲师，今天又继续请伍宜德律师，我们有的帅哥律师来跟我们演讲。伍宜德律师是法律扶助基金会桃园分会的一个 member 很强棒的 member。上个礼拜，你说现场有60几个，但是网络写出来，最后写出来是110个，所以呢，那个网络的声量很大。我的一个朋友在新竹，哇，你们桃园怎么那么厉害？那个大律师是谁啊？你看那个名声远播到新竹去了，我们要恭喜他，而且我们要恭喜我们各位能够有这么好的律师来跟我们讲遗产方面的问题，非常谢谢他，我们再拍手鼓掌，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吴律师喽。他的演讲我觉得很精彩，课程真的非常精彩，应该是没有人会想要睡觉。好，那我们谢谢吴律师哦，交棒给您。然后记得你要大家麦克风记得关掉。那你的画面如果不想跟别人分享的话，你也可以关掉哦。好，谢谢律师。好，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我先测试一下。可以哈，都听得到哈。可以。可是声音有一点回音呢。等我一下哦。好。我好像关不掉哎。秀儿姐，你找找看。律师，你再说一次。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回音有比较好吗？有比较好，可是还是有声音品质没有上礼拜那么好。因为我是那个用它那个比较广域的麦克风是我们会议室的麦克风，所以它可能那个收音的效果没有之前那个耳麦来的那么好。OK， 好，那这样是不妨碍听到内容的啦，是可以听到内容的吗？是，可以，可以哈，那我投影片上来看一下看不看得到投影片。好，这样有看到我投影片的内容吗？可以，看到了。好，也可以哈。是。好，那我们还有同学要进来吗？还是目前就这样？那我们就先开始上课。目前我们有52位同学，应该是我们可以上课了。61位参与者。对，好，我们谢谢老师。好，那我们把我们的麦克风关掉喽。好，那我就延续上个礼拜跟各位谈到的这个继承的主题那我们接下来讲上礼拜讲到后面，我们准备要进入这个主题啦，就是关于说遗嘱到底要怎么写才有效的这个主题。那前面几张投影片先让大家看一下，很快速浏览一下让你们回忆一下上礼拜我们讲了哪些东西啊。上礼拜我们在讲你要了解继承之前有几个依序下来的观念你在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里面要有一点基本的认知，包括说什么？包括遗产分配的次序，还有遗产分配的应继分，还有什么叫做特留份？那应继分可不可以调整？要怎么调整？还有继承权能不能被剥夺？有这几个层面的问题。那你很快速的来看一下插个话等一下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发现投影片不见了还是怎么样
马上那个麦克风打开，出个声音让我知道哦，或者是请我们的那个助教老师哦，稍微帮我注意一下，如果那个投影片不见了哈，不见了要马上跟我讲，因为可能有同学不小心按到还是怎么样哦，再麻烦那个老师再帮我，或者是同学哦，再帮我注意一下。好的。好，那我们接着遗产分配的次序上礼拜跟你们讲什么样子的人有权利继承这个死掉的人的财产。法律的规定次序首先第一个当然的次序叫做谁？配偶。配偶依序下来，其他次序的人是谁？死亡的人的小孩子，我们把它叫做仔细写清背清楚。如果死亡的人没有小孩子的话，下一个顺位的人就是父母。如果父母刚好有年纪大了也过世了，再下一个顺位的人就是兄弟姐妹。法律上总共有顺位的人只有4个顺位，小孩子、父母、兄弟姐妹跟祖父母。那配偶呢，无论如何都是当然的继承人。所以一个继承关系发生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情况？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或者是配偶跟父母一起继承，或者是配偶跟兄弟姐妹、祖父母等等一起继承。去讨论配偶跟不同顺序的人一起继承有什么实益？法律上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他们的应继分会不一样。什么叫做应继分啊？应继分就是在没有特别安排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一个人过世之后，他的财产应该要怎么分，我们把它叫做应继分。法律规定应该要怎么分？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的时候，大家的地位都平等，所以大家怎样？照人头平分。这个是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的情况。那如果是配偶跟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一起继承呢？配偶这个时候的地位因为是一起跟死亡的这个人同甘共苦的人，所以他的次序呢，他分配遗产的这个权利呢，要比父母跟兄弟姐妹来的大。也就是说，如果配偶跟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时候，配偶可以先怎样？继承1/2的部分，剩下来的1/2才是给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去继承。那如果死亡的人没有小孩子，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第4个顺位就是祖父母。那因为祖父母跟死亡的这个人呢，关系就比较疏远了，所以这个时候配偶如果是跟祖父母一起继承的情况，配偶的应继分你可以看到法律规定会变到多少？会变到2/3。这个是应继分的计算。应继分讲完之后，又跟你们讲了什么叫做特留分。什么叫特留分？法律的定义叫做，这个是法律强制保障的，要给每一个继承人的最低限度不可剥夺的最小应继分。为什么要有特留分的规定啊？刚刚不是老师不是讲完应继分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讲特留分？为什么特留分要规定每个人的最低限度跟不可剥夺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死亡的人他有时候想要怎样？用遗嘱他个人有自由意愿他想要自由去分配他的遗产要怎么分。如果他想要用遗嘱去分配他的遗产要怎么分的时候，法律特别强制做了一个规定。做什么规定？你要分遗产可以，但是怎样？你分的遗产不能侵害到每个人的最小应继分。你可以偏心，但是不可以太偏心的这个概念。那什么叫做不可以太偏心每个人的最小应继分是多少？一样规定在法律里面。如果今天是小孩子、父母或者是配偶，他们的特留分呢，规定统一都是应继分的1/2。那如果是亲等比较疏远的继承人，兄弟姐妹跟祖父母呢，他们的特留分又会再往下降，下降到应继分的1/3。这个是特留分的概念。法律允许让你用遗嘱去自由分配你的遗产，但是分配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去侵害到每个其他继承人他最低限度的特留分。如果你有侵害到其他人的特留分，侵害特留分的部分就会无效。那个特留分是法律强制要给那个人的，你要怎么分遗产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分到连特留分都没有。这个是特留分的概念。有没有办法可以规避特留分？我今天就是不想给
我不想给那么多啊，有没有办法可以规避特留份？有办法，等一下跟你们讲，在讲遗嘱的时候跟你讲要怎样规避特留份。好，再来，应继份可不可以调整？当然嘛，就是因为应继份可以调整，我才要有特留份的保障嘛。应继份的调整代表什么？代表死亡的那个人啊，生前意志、自由意志的展现啊。我高兴给谁比较多就给谁比较多嘛，因为这个是什么？是我的遗产嘛，我爱给谁就给谁嘛，所以尊重他的自由意愿。应继份可不可以调整？可以调整，但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平衡被继承人啊，去平衡继承人那些子女、配偶还有父母，要去平衡这些继承人的期待权。这里多了一个被吼，这应该是平衡继承人的期待权啊。这里多了一个字，去平衡继承人的期待权哦。他会期待什么？我是小孩子，我会期待什么？我会期待爸爸过世，财产会留给我啊。我是配偶，我会期待什么？我的先生过世，我的太太过世，财产会留给我啊。这个叫做期待权啊。特留份的保障呢，就是在保障这些人的期待权。一方面重视这个死亡的人自由意志的展现，让他可以去调整。一方面兼顾这些留下来的继承人他的期待权，纵算可以调整，你也不能把额度调整的太夸张哦。这个叫做应继份调整的概念。应继份要怎么调整？生前跟各位小孩子讲说，爸爸如果过世了，以后财产啊，你们要怎么分怎么分啊。大哥因为是一家之主，照顾我爸爸照顾比较多，所以大哥我给他多一点。二哥、小弟啊，或者是小妹啊，这个因为不像大哥对家里这么有贡献，所以我给他少一点。我跟各个兄弟姐妹，跟4个兄弟姐妹都讲完啊，我的太太也尊重我的意思。讲完之后有没有效力？有效力啊。问题是什么？等我爸爸我走了，小孩子会尊重我做的遗嘱吗？人伦孝道，正常来讲会尊重啊。异常是怎样？我留下来太多钱，怎样？像什么？上个礼拜讲的什么？张荣发的案子嘛，他怎样？他讲说他财产要给谁接班啊？要给老四张国伟接班嘛？啊，结果老大、老二、老三有遵从爸爸的意思吗？完全没有嘛。为什么？留下多少钱？240亿啊，各位，留下240亿的财产，你要去老大、老二、老三去遵守说240亿我1毛都不拿，做得到吗？做不到嘛。他们认为怎样？我就是要出来争。该我的我就要拿到哦，不止那些特留份，我甚至要争执爸爸的遗嘱都怎样，都无效哦。如果你生前自己表示了这个意愿，后面等你走了，一样会有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立遗嘱就100%不会有问题，只是如果你有把有效的遗嘱写下来的话，至少能用比较大程度的这个效力去保障你自由意志的实现。如果你连遗嘱都没有留，会造成什么结果？你生前讲的那些话，没有人会听，完全没有人会听。你人都走了，你管得到后面的人要怎么分的财产吗？完全管不到。所以制作遗嘱的重要性哦，就在这里。遗嘱怎么制作？上在开场跟你们讲，遗嘱制作的方式一定要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制作。法律规定有几种方式？只有5种方式。没有第6种哦，很重要，注意哦，只有这5种方式可以制作有效的遗嘱。你不要天马行空说什么啊，我这个第6组我怎样？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自己打完我的遗嘱，写在我的脸书上 po 我的动态，在我的 LINE 里面啊，群组里面啊 po 说跟各位讲我的遗嘱是这样。我请问你有没有效？无效，拜托，完全无效哦。立遗嘱的方式就只有法律规定的这5种，你不是照法律规定的这5种去立遗嘱，拜托哦，通通没有效力啊！不要天才哦，自己想说我依法创设第6种遗嘱制度，没有这种规定哦，没有这种规定。遗嘱创设的方式只有这5种：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还有一种紧急状况的口授遗嘱，只有这5种。我等一下依序来跟你们讲这5种的要件是什么。我跟你讲哦，每一种遗嘱制作的要件说简单都不简单。哪怕是律师在跟你做这5种遗嘱，律师会不会出错？我跟你讲也会出错。太过自信自己的法律见解是没问题的，就去帮当事人做遗嘱，做了之后怎样？发现哇完蛋，有无效事由。请问你遗嘱做了有无效事由之后，你要怎么追究律师的责任？你做了遗嘱，遗嘱什么时候生效？我问你，你过世的时候才生效嘛？
律师给你做了一个有瑕疵的遗嘱，我请问你什么时候生效？你过世的时候生效啊？律师做有瑕疵的遗嘱怎么办？你怎么跟律师追究律师的责任？从坟墓里面爬出来吗？托梦、惩罚、制裁那个律师，有可能吗？不可能嘛。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些遗嘱的要件哈，都规定的很详细啊，也很这个说简单不简单啦，就是很繁杂啦，你要一个一个细节去检验。所以拜托哈，如果你今天自己要做遗嘱的话，你一定要搭配一些可以确保你遗嘱效力的方式。哪怕说你找律师做，你也不要以为律师做的就没问题。我等一下会根据遗嘱制作的方式跟你们去讲，除了律师帮你做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确保你这个遗嘱一定有效的方式？等一下会一起跟各位做介绍。那这个最后一个是继承权的剥夺，上礼拜讲的最后，如果我连特留份都不想留给我的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很不孝，我完全不想给他任何一分一毛钱，怎么办？我可不可以让他丧失继承权？可以啊，可以。如果除了我不想给他一分一毛之外，我还想把财产给其他的不属于我继承的不属于我的继承人之一的其他的人，譬如说什么慈善团体啊，我想要做公益啊，我死后想要做慈善啊，把我的钱全部捐给慈善团体，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要怎样兼顾？我不要有侵害特留份的问题，我们把它叫死因赠与契约，等一下也会一并给你做介绍啊。最后呢，再来跟你带一下遗产分配跟税务规划要怎么样提前做安排。讲到这里为止，都是上个礼拜讲的内容啊。有没有同学到目前为止有什么疑问的？如果没有我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有吗？没有。没有，那我先播影片这个是上礼拜播的那个影片我们今天会用2个案子来跟你们讲遗嘱跟特留份的问题。第一个案子，我们拿张荣发的案子来讲。张荣发呢，长荣海运集团的这个总裁，他过世的时候留下来一份什么？手写的遗嘱。这个手写的遗嘱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有没有跟你们讲，遗嘱有几种？有1、2、3、4、5，有这5种啊。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啊。刚张荣发的那份是什么？手写。手写是哪一种？自书、公证、密封、代笔哪一种？还是口授？一定不是口授嘛，因为他说张荣发有手写嘛，所以一定是上面这4种情况。哪一种？来看这个影片我切影片你们等一下听一下影片有没有声音。如果影片有没声音的状况跟我反映一下啊，我切影片给你们看。你们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没有画面。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吗？老师，没有。老师，你不要用链接的，你要另外再开一个那个视频。另外再现在有看到荧幕吗？还是现在没有？现在有。现在有。等一下好，有吗？有看到吗？有。好，那我接着放你们听听看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老师。没声音。没声音吗？对，没有声音。小声音。完全没有，还是很小声？没有声音。
很小声啊，那个你要先把你的麦克风关掉，然后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个音量最大就可以了。好。我刚播的有声音吗？没有，也没有，那还是请助教帮我播，因为我刚刚已经关麦克风了。好，那个分享画面先关掉。好，请助教帮我播好了，等一下哈，助教那边有影片。发2016年过年。他留下的遗嘱最近再度引发了高度关注，因为当时他留下的是手写的遗嘱，上面写说本人之存款及股票是由四子张独继承，但是没有写。你把那个画面开最大。大房三子张国政不认账，对张国伟就提出了遗嘱无效的诉讼。那么经过2年的审理后呢，最近台北地院一审判决结果出炉了，判决张国伟是胜诉的，他渴望获得140亿元的遗产。不过呢，这还是一审而已，全案仍然可以再上诉。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可是我善用它，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星宇航空1月风光开航，没想到受武汉肺炎影响，宣布3月21日开始全线停飞，直到4月底。对董座张国伟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或许能让他稍微宽心的是，和长荣集团大房的遗嘱风波，台北地院一审获得胜诉。一审的胜诉，其实对张国伟来说，因为他最近星宇航空的开办，然后又碰到武汉肺炎，其实他花蛮多钱的。就算是一个及时雨。长荣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与世长辞，留下遗嘱，白纸黑字写下他所持有的存款和股票，还有不动产，全部由四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引爆大房三哥张国政不满，提出遗嘱无效诉讼。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打工仔有什么委屈？当年张国伟才接长荣总裁，一天就遭逢大房政变，董事长身份被拔，黯淡离开长荣，遗产争夺历经2年审理，台北地院一审认为张荣发立遗嘱时神志清楚，制作遗嘱时包括老陈柯立青、吴介元、戴景全等见证人都在场，遗嘱密封处也一一签名，判遗嘱有效。在晚期，后来呢，这个张国伟的妈妈李玉美，她正式成为张荣发的配偶，所有的这个大房的孩子几乎都不在集团内，最后那段时间是陪在张荣发身边的人，所以他有那种优势。好，那其他的孩子他们说我连看爸爸都看不到，最后张荣发陪伴在身边的就是李玉美跟张国伟。王子复仇记这一回合得到胜出，根据计算，张国伟可以得到张荣发遗产的7/12，估计140亿元，但全案仍可上诉。长荣集团的家庭宫斗恐怕还有续集。民生新闻综合报道。好了，老师可以接手了。好，有看到投影片吗？有的，有吗？有哈。好，刚刚那个报道啊，张荣发写的遗嘱，你看到有几个关键字？有密封啦，有见证人啦。
所以张荣发写的那个遗嘱手写的那个遗嘱有密封有见证人，他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密封遗嘱那个叫做密封遗嘱。你看到里面有一个什么？它里面还跟你讲，除了张荣发自己之外，还有出现什么？出现见证人跟出现公证人。见证人跟公证人他们的出现在遗嘱里面代表什么意义？为什么这几个人要出现在你立的遗嘱里面？随着你制作遗嘱的类型不同，他有些会要求要有见证人在场，有些会要求要有公证人在场。公证人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坊间我们把它叫做民间公证人公证人是哪来的？怎么会有公证人？公证人一样，跟律师一样，跟法官一样，考试考上之后呢，你就去法院注册去登记，它有点类似公务员的性质。注册登记之后要干嘛？你可以在法院里面任职，你也可以怎样？出去外面开事务所。开事务所就像什么？像律师、像代书一样。公证人在外面开事务所要做什么业务？要做公证业务，包括说遗嘱的公证就是公证人业务来源的一大宗。你会说，我找公证人做公证遗嘱，有没有 A 公证人、B 公证人？哪一个公证人收费比较贵？哪一个比较便宜划算的？有没有区别？我跟你讲，没区别完全没区别。为什么？因为公证人是法院安排出去的，所以每一个民间公证人他所收取的费用，我跟你讲，都是按照法院的标准在收费。所以如果我等一下遗嘱讲完你马上就想要去做遗嘱，想要用哪一种方式，公证也好，密封也好，或是自书也好，如果你需要用到公证人的时候，随便找一个民间公证人，只要他愿意做，你跟他预约好时间，随时去做都可以没有必要一定要约法院的公证人，因为法院公证人怎样不好约，很难约，要排队，要抽号码牌，尤其现在疫情的关系又比较紧张你到法院去又怎样？群聚嘛，里面一大堆人，每天来往往的这个车水杂龙，里面一大堆人，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接触史是怎么样，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有遗嘱要制作，需要用到公证人的时候，找任何一个民间公证人，他们跟法院的公证人都一样，收费也没有贵跟便宜的区别，因为那统一收费的标准都是谁定的？都是法院定的。怎样的情况要用公证人，怎样的情况要见证人，等一下会说一个一个跟你们讲。分成立遗嘱的时候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叫一般情况、通常情况，一种叫做紧急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那个人有生命危险可能马上人就要走了，剩下最后一段可以讲话的时间，那个叫做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才可以用嘴巴讲的方式制作遗嘱。如果今天不是紧急情况，那很抱歉，你没有嘴巴讲遗嘱这种方式的适用，没有，你一定要怎样？照通常情况的这4种去制作你的遗嘱。哪怕是你今天病危，我们可能刚好比较不幸运一点，感染这个 COVID-19 这个急性呼吸道症状比较急迫一点。如果你当下觉得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制作了这个口授遗嘱，结果这个运气又好转了，这个神明有眷顾，我的这个病忽然怎么样，越来越好，到最后我就康复了。康复了之后，你的口授遗嘱还有没有效？我跟你讲，会失效。等到你康复，你可以用自由意愿，用上面的方式去制作遗嘱的时候，你的口授遗嘱就会失效。所以紧急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才能用。只要紧急的情况一消失，除非你人就走了，那这个遗嘱就可以生效，那就没问题。只要紧急情况消失之后，你人没有走，你康复了，你健康了，抱歉你前面那个紧急状况的遗嘱会怎样？会失效。为什么法律要这样规定？因为法院希望怎样？立法者希望什么？希望立遗嘱的人他可以怎样？慎重其事再小心都不为过，越小心越好。所以紧急情况做的时候，你可能有些细节没有想的那么多，那没关系，我立法者就统一规定，紧急状况做的，只要你康复3个月没有另外去改做，那一份就会怎样？失效。我立法者督促你用其他的方式，去把你当初紧急情况做的那一份重新再想一想，看看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接着
进入这个表格哈，因为我有发那个讲义啊，我有发给把讲义给那个我们这个教会助教老师这边，那个讲义哈，欢迎各位同学去下载，你要留都可以留。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整理表哦，帮你把每一个遗嘱它后面有什么要件、签名啊，要不要见证人、要不要公证人啊，都有列表帮你列下来，你自己看这个表比较快这个表都是我等一下后面要讲的内容，所以我就跟你讲一下。你那个各位同学如果有印讲义的人这个表到时候你要制作遗嘱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表拿出来看对照这个看比较简单，对照这个看比较简单那我们讲今天第一个自书遗嘱。什么叫自书遗嘱？用手自己写的遗嘱叫做自书遗嘱。什么叫用手自己写？亲笔用手自己写。我可不可以电脑打完签名啊？电脑打完签名叫做亲笔写吗？不叫做亲笔写。所以自书遗嘱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要件，一定要怎样？亲笔书写，不能用其他的方式。你说，我找其他人写啊，我签名啊，可不可以算自书？不行，你找其他人写，那个叫做代笔遗嘱，等一下会讲。自书遗嘱，如果你今天要走自书遗嘱的模式，千万注意，只有你自己本人能写只有你自己本人能写，而且你要书写下来遗嘱的全文。什么叫遗嘱全文？上面载明说这个是遗嘱，我某某人的遗嘱，然后下面开始写这个遗嘱里面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怎么分配，怎么分配。写完之后最下面一定要干嘛？压日期，要写年月日。写完年月日之后还要什么？签名，亲笔写，亲笔签名。中间可不可以有错字？有错字没关系，但是关键是什么？有错字，如果你要涂改，那就有关系。有错字你又要涂改，在涂改的地方你要干嘛？通通都要签名，而且你要注明什么？你涂改涂掉几个字，增加几个字上去，涂掉几个字，增加几个字，你都要写得一清二楚，然后再干嘛？再签名，然后还要注明什么？涂改的日期。麻不麻烦？超级麻烦。所以我会跟你讲怎样，你如果要自书遗嘱，最好先练习写一遍，确定都没问题了再写下去。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让那一份遗嘱有经过涂改。你不要想说涂改可以签名啊，注明什么增减处所还有增减的字数这样就好了，那很麻烦。涂改的处所跟字数，你在每个地方都要把它标明，我增几个字删几个字，麻不麻烦？很麻烦。只要你有一个地方漏标，就有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只要你有一个地方漏标漏签名，就会导致整份自书遗嘱都无效的结果。所以拜托，如果你今天有心想要规划你自己的遗产，想要透过自书遗嘱的方式来走，拜托要怎样？再小心都不为过。你不要前面小心了一大堆，结果后面因为涂改一个地方没有签名，然后导致整份遗嘱都无效，划得来吗？划不来，划不来。谁可以帮你检查自书遗嘱的效率？这个坦白讲是我在面临遗产或者实务上我自己碰过的家族遗产之类的纷争我自己综合之后我认为做遗嘱、制作遗嘱最简单、最不会有争议的方式，就是用自书遗嘱的方式去写。那自书遗嘱的方式去写，你说不会有争议，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是亲笔书写的，笔迹可以干嘛？如果有争议的话，笔迹可以拿去鉴定。而且亲笔书写这件事情，对法院的观感来讲，法院会认为什么？它既然是亲笔书写的，所以我认为它自由的状况下，意识自由的状况下，制作这份遗嘱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法院通常会认为自书遗嘱可以采信的程度是高的，但是问题就来了，自书遗嘱可以采信的程度虽然是高的，但是自书遗嘱有没有要件限制啊？当然有嘛，它要怎样？要亲笔书写嘛，还要写年月日，还要有签名嘛。如果要涂改，还要有特别的涂改要件嘛。这些要件只要你有一个欠缺，都会导致自书遗嘱无效。所以怎么样可以确保这些要件都不会欠缺？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方式你如果要制作遗嘱的话，把你想要的遗嘱内容、你想要的财产分配模式跟坊间的律师讨论，讨论完之后，律师可以帮你写什么？遗嘱的草稿。写草稿要干嘛？让你对照着写，照着草稿对照着写下来。你照着草稿对照写下来，算不算是你的自书遗嘱？
当然算嘛。所以当你去找律师帮你制作草稿，你再抄下来的时候，律师会帮你检查一次，确定草稿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你要再加强这份遗嘱的效力，还可以怎样加强？搭配去找民间公证人认证。什么叫民间公证人的认证啊？民间公证人的认证就是简单讲就是由公证人来充当见证人的意思。公证人充当见证人，他要见证什么事？他见证一件事，你的自书遗嘱是在我这边手写完成的。公证人会帮你认证这件事，然后会盖上一个他的认证戳章。这个认证戳章等于什么？等于是有公证人帮你担保，帮你跟谁担保？帮你向法院担保，这份遗嘱千真万确是你自己写，而且是你的自由意愿。你拿着一份经过认证的自书遗嘱，等到你过世了，你的子孙、你的继承人拿着这一份经过认证的自书遗嘱，要去办理任何的财产移转登记，我跟你讲，完全没问题。如果之后有其他人跳出来要做主张，其他人跳出来要争取，说他有怎样的权益被侵害，这份遗嘱无效，我跟你讲，那个难度都非常高。为什么？他必须要先推翻公证人的认证，推翻了公证人的认证之后，还要再推翻什么？那个亲笔书写的效力。他要证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公证人做假认证，第二件事是什么？那个不是他的自由意识，是别人拿枪逼他写的，他那个当下已经失去自由意识了，他要证明这两件事情，才能把自书遗嘱的效力推翻。容不容易啊？很难啊！我跟你讲，如登天一般难，非常难啊！所以如果你的自书遗嘱有透过这样效力担保的方式去把它制作完成，那我可以跟你说，你的遗嘱几乎，我不能说100%啦，因为有时候个案的实务上制作遗嘱的个案可能有些人比较不仔细还是怎么样，还是会有那些零星一两的问题发生。但是我可以跟你讲，透过律师校稿、拟稿，让你拿去给民间公证人那边自书并且认证这种方式做出来的自书遗嘱，90%以上你的遗嘱都不会有问题。而且办理相关的继承或者是过户或者是财产移转的登记的时候，完全不会碰到任何问题。机关只要有看到你有自书遗嘱，而且有看到认证书，什么事情都会让你过关。这个是自书遗嘱的方式，包括亲笔写、自己签名，或者是这个加注日期，有涂改要增删字，可以搭配找律师拟稿，或者是这个找民间公证人帮你认证，来确保遗嘱的效力。自书遗嘱的这个模式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下一个介绍什么？公证遗嘱。公证遗嘱，什么叫公证遗嘱？顾名思义由民间公证人制作的遗嘱，我们把它叫做公证遗嘱。所以谁可以做公证遗嘱？只有民间公证人可以啊！你不要去坊间找律师或找代书、地政士说什么律师，这个代书可以帮我做公证遗嘱吗？可以吗？不行啊！我跟你讲，公证遗嘱只有谁可以做？民间公证人可以做。你不要去外面找律师说要做公证遗嘱，没这种事。如果律师跟你说可以啊，好，我们来做公证遗嘱，律师怎样？骗你的，诓你的，不要那么容易就相信。你如果要问，多问几个不同的意见。公证遗嘱只有民间公证人可以做，制作的方式怎样？一定要在公证人那边做。刚刚讲自书遗嘱是你自己写，公证遗嘱谁帮你写？公证人帮你写。所有的遗嘱的制作都在公证人那边完成，甚至是由公证人来帮你打字，来帮你手写，这个叫做公证遗嘱。它的效力只要公证人愿意帮你制作公证遗嘱，它的效力可以跟前面那个自书遗嘱加上认证的效力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你要推翻这个公证人所制作的公证遗嘱，我跟你讲很难，难度也是一样，是比登天难的难度，比登天还难的这个难度。为什么？因为公证人是法院配置的职员嘛，他不能怎样说谎嘛。他如果说谎被发现，他怎样？他可能会有渎职或者是背信等等其他的问题。所以公证人所制作的公证遗嘱，它在法院里面的可信性程度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它的要件是什么？要由公证人来亲自制作，而且在场除了公证人之外，还要有谁在场？还要有见证人在场。见证人有没有资格限制？随便的人都可以当继承人吗？
啊，对不对？随便的人都可以当见证人吗？不是，我跟你讲，见证人有资格限制。见证人有怎样的资格限制？等一下一起统一跟各位讲。你先知道公证遗嘱，还有等一下介绍的那个密封遗嘱啊、代笔遗嘱啊，他们都有见证人的需求。这个见证人呢，有资格的限制，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当见证人。唯一不需要见证人的只有什么？只有自书遗嘱，你自己写的、自己签名的那个不用见证人，其他的遗嘱制作通通都要见证人，通通都要见证人。啊，其他的公证人帮你写完了，帮你念完之后啊，记明年月日啊，让这个见证人、让立遗嘱人一起签名啊，这个我想比较简单你各位自己看一下就好，我就不用特别去讲它。比较特别提的，如果今天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怎样？可能之前有中风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手会怎样无力，没办法签名的时候怎么办？公证人帮你注明，按指纹就好，按指纹就好。这个是简单的公证遗嘱的方式你可以简单这样理解，所有的程序都在公证人那边完成，包括从遗嘱的开始写到写完毕，都是由公证人那边一手操刀，这个叫做公证遗嘱。公证人因为他办理遗嘱、公证遗嘱的业务算是大宗的业务，所以理论上你期待公证人办理公证遗嘱不会出问题的可能性，原则上是比较高的。公证人因为常常在办，所以出问题的可能性，我可以跟你讲很低，它的担保性担保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不想找律师，也不想那么麻烦自书，那我就推荐你可以去公证遗嘱，统一都由公证人制作。费用也没有贵跟便宜的区别，因为公证人的收费标准，法院都规定在那边，法院都规定在那边。再来第三个，实务上比较少见的、没那么常见的密封遗嘱。我们刚刚看的张荣发的新闻片段张荣发采纳的就是密封遗嘱的方式。为什么张荣发要写密封遗嘱啊？有没有想过？明明我前面可以讲说，有自书遗嘱啊，有公证遗嘱啊。张荣发为什么要选密封遗嘱？你看一下密封遗嘱有什么要件写完遗嘱之后要干嘛？遗嘱你要亲签签名完之后要干嘛？密封，并且密封你要在密封的地方签名。密封的地方签名完，密封遗嘱就生效了吗？还没，什么时候才生效？你要带着你的密封遗嘱，同时间要有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然后向公证人提出这一封密封文件。跟公证人讲，这一封是我的遗嘱，是我自己封在里面的，我有签名，而且有见证人看到，请公证人帮我确认我密封的遗嘱这件事情。公证人会确认，如果你都符合密封的要件，公证人就会帮你做密封遗嘱的制作。制作完之后，公证人一样也会有公证的戳章盖在上面。那你会说，这个密封遗嘱需要公证人前面我刚刚讲的公证遗嘱也需要公证人那为什么？奇怪，张荣发干嘛不做公证遗嘱就好？为什么张荣发要做密封遗嘱？为什么？密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什么特性？密封除了谁知道？除了张荣发密封的那个人知道之外，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不会。张荣发为什么要选密封遗嘱？他不愿意未来他的让哪一位子女的接班规划提前曝光。为什么他不愿意让这个规划提前曝光？长荣集团这么大的集团，如果我事先曝光，我以后过世，我所有的财产都要给老四张国伟，其他的大房、二房、三房，其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通通都没有。你觉得在生前这个事情就曝光，在社会上，不要说社会，在长荣集团里面会不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绝对会。所以密封遗嘱有一个特性，只有写遗嘱的那个人知道，里面的内容除了他之外不会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写完马上就密封了，并且密封了之后干嘛？拿去在公证人那边跟公证人讲，这个是我密封制作的遗嘱，同时间我指定见证人来见证我提出密封遗嘱这件事情。这个是张荣发遗嘱的制作方式。他之所以选这种制作方式，目的就只有一个，不要让他的遗嘱规划提前曝光，不希望在他的长荣集团里面掀起无谓的波澜。对了，他是有这样的想法没错了。那你看，他密封遗嘱做完，他人走了，过世了，在长荣集团就没有掀起波澜吗？
完全不是嘛，吵得怎样一塌糊涂嘛，吵到什么时候？一审打2年，在去年2020一审才宣判认为遗嘱有效，所以老四的财产，老四继承的财产可以比老大、老二、老三要来得多。跑了2年才确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跑2年，一审判完了就没事了吗？我跟你讲还没，后面还有什么2审跟3审。所以张荣发他老人家，他用密封遗嘱的方式，想说尽量避免这些争议啊。最后的结果，如果我们单从结果来看，我请问你，这些争议、这些波澜有因此而避免掉吗？没有，一样发生这些问题嘛。一样发生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跟这个老四张国伟一样在吵的一塌糊涂。这个是张荣发的密封遗嘱的制作方式。再来，代笔遗嘱。这个是很多人喜欢找律师制作的遗嘱，你找律师制作代笔遗嘱，效力担保性有比较高吗？我跟你讲没有，为什么？因为代笔遗嘱一样有它的要件限制，有些律师他比较少在做代笔遗嘱的业务，有些细节他没有注意到，结果帮人家代笔之后，最后导致什么？导致代笔遗嘱发生无效的结果。实务上所在都有啦，所以我就不去多说它。你简单看一下代笔遗嘱的要件有哪些。所谓代笔遗嘱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是立遗嘱人亲自书写，是由其他的人来代笔，这个叫做代笔遗嘱。由其他的人来帮我写啦，这个叫做代笔遗嘱。如果你找公证人去写嘞，那就是公证遗嘱。你找公证人以外的其他人去写，那就可能是代笔遗嘱。代笔遗嘱有什么要件？有3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制作代笔遗嘱的过程当中，立遗嘱的那一位人他可以用嘴巴念，嘴巴念的时候，见证人要在旁边听。3个见证人中的其中一个做笔记，把遗嘱人讲的内容用笔记一个一个字写下来。可不可以自己乱改、自己乱增加？不行。在法律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争点，这种代笔遗嘱的制作如果发生问题，我们会去调什么？录音录影跟什么？传证人出来，证明什么？立遗嘱人讲的内容跟代笔人写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一致？如果意思有脱钩，或者是有解释的额外空间，我们就会去争执代笔遗嘱无效。所以代笔遗嘱如果你要确保它的效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证，最好要什么？全程录音录影，并且既然你有了全程录音录影，你一定要再三确认代笔人写下来的内容跟立遗嘱人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字不漏，没有经过修改的内容，这样才可以去确保这个代笔遗嘱的效力。写完之后，念完之后，遗嘱人还要看，看完之后确定没问题，确定没问题，大家都要一起在上面签名。签完名之后，这一份代笔遗嘱才会发生效力。我跟你讲，代笔遗嘱常常出问题的地方会在哪？代笔遗嘱出问题的地方很多时候怎样？立遗嘱人就是那个老先生老太太要立遗嘱的时候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念嘛，所以他就怎样？可能写了一张稿，请律师还是小孩子还是谁写一张稿，他照那一张稿去念，照那一张稿去念，念完之后，未来如果发生争执，就有人会说那个不是他真正的本意，那一张稿不知道是谁拿给他抄的，甚至再去进一步争执什么？念完之后，最后的代笔人没有统一再跟他确认过一次那个意思，没有再统一确认过，进而去争执代笔遗嘱无效。这些在实务上发生问题我跟你讲，所在多有。你看要件越多的，涉及越多人的那一份遗嘱，未来被争执的空间就越高。尤其是遗嘱人指定3个以上的见证人这种方式，我跟你讲，问题最小的只有2个。第一个你自己做的，第二个透过公证人做的。这2个你自己做的跟透过公证人做的，会是效力最没有问题的遗嘱制作方式。你自己做还是有一些要件要遵守。如果你不熟，你可以找人帮你检查，找人帮你检查，可以找律师帮你写草稿，可以找公证人帮你补做一个认证，这都是找人帮你检查的方式。自书遗嘱、公证遗嘱都可以由其他人来帮你检查、帮你做，但是密封遗嘱跟代笔遗嘱
这两个都是你自己要找见证人去制作。你自己如果不够熟，你找的见证人如果不够熟，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你的密封遗嘱有问题，就会发生你的代笔遗嘱有问题。结果你绕了一大圈，立了遗嘱，最后有一个什么结果？遗嘱无效的结果。有因此省到后面后代的任何的这个让他们做事情比较方便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原则上，如果你问我建议，我会建议你尽量不要走密封遗嘱，不要走代笔遗嘱。如果你要，我强烈的推荐你，如果你要制作遗嘱，最好采纳自书遗嘱加认证的制作方式，或者是你直接采纳公证遗嘱的方式。公证遗嘱我这样讲它效率很强，对不对？我这样跟你们讲完公证遗嘱，你会觉得找民间公证人做效率很强啊，也没什么问题啊。费用反正也不会特别贵啊。为什么有些人还是想要用自书遗嘱的方式做？因为公证人他是简单讲是法院指派在民间执行业务的人，所以公证人呢做很多职务，他会受到法律的规定的限制。法律规定的限制有什么？我随便举例，我举特留份。如果你今天要制作一份公证遗嘱，你的遗嘱的内容违反特留份的规定，我所有的财产都要给老四、老大、老二、老三，一毛都别想拿。这个公证遗嘱，公证人会不会做？我跟你讲，公证人会做，但是公证人会跟你讲什么？违反特留份的规定无效。公证人会直接跟你讲明这件事情，并且他要求违反特留份无效这件事情，他要写在你的公证遗嘱上。如果你不让我公证人写，那公证遗嘱我不做。所以你就知道公证遗嘱，公证人做出来的遗嘱效力虽然强，但是有一些涉及法律强制规定的条款，公证人会要求一定要写在遗嘱上。如果你刻意想要抵触、想要违背法律的规定，你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制作这份遗嘱，那公证人就会说，那你用其他的方式做公证遗嘱，我不办。所以如果你有其他层面的考量的话，那到头来我还是会建议你可能要回到自书遗嘱来动。你可能要回到自书遗嘱来动。那这个自书、公证、密封跟代笔，简单跟你们介绍4个一般状况遗嘱制作的方式到这里。第5种最特别的一种紧急状况的遗嘱。紧急状况的遗嘱叫做什么？口授遗嘱。状况有多紧急？生命危险啊，其他特殊情况，简单讲就是人剩最后一口气啊，快要走了，不能再用其他的方式制作遗嘱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嘴巴讲的方式做。嘴巴讲难不难？我跟你讲很难，有一大堆要件，包括什么？你要有见证人，而且你还要念完之后，见证人呢还要根据你念的内容做成笔记，记明年月日，跟其他在场的见证人一起签名，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一样，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加上你自己念完遗嘱的内容之后，全部的见证人呢也不用笔记了，他们干嘛？跟着你一起念，遗嘱是真的，这个遗嘱是真的，一起念。念完之后呢，在场还要干嘛？录音。把那个念完之后，还有见证人一起说遗嘱是真的，这些录音的内容干嘛？密封起来，大家都要在密封上面签名，而且要写年月日。我跟你讲这个不要讲你自己制作了，人就已经最后一口气已经要走了，大家在病床前急着见要走的这个人最后一面。我请问你在这种情况特别紧急的时候，你还能保证你做出来的遗嘱、做出来的口授遗嘱都有遵守这些要件的限制吗？不要讲你啦，律师律师在那边紧张，怕人生最后一口气，哪时候最后一口气忽然咽下去，念到一半内容就没了，大家都在那个高强度、高张度的紧张的压力的环境下，我跟你讲就怎样，容易出错。只要这里讲的一个要件，你有其中一个不具备，或是有其中一个做错，抱歉，你整份口授遗嘱都无效。遗嘱规定的要件就是这么严格。我会跟你讲，可以的话，尽量走自书遗嘱跟公证遗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口授遗嘱真的是要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你才去做口授遗嘱。因为我刚刚讲开宗明义就跟你讲，口授遗嘱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如果你未来康复了，
在康复的3个月内，你没有重新去制作遗嘱的话，你那份口授遗嘱就会怎样失效。所以简单跟你讲完5种遗嘱的制作方式。刚刚公证人也跟你们讲了，这个配置在法院的，法院指派出去在民间执行业务的，我们把它叫民间公证人，要经过考试才可以取得公证人的执照。那刚刚你还看到一个什么见证人？我跟你讲见证人的重要性，很多律师或者是这个你在制作口授遗嘱的时候啦，或是你制作密封遗嘱的时候啦，往往会漏掉一件事，漏掉什么事？见证人有资格限制。见证人有怎样的资格限制？继承人可不可以当见证人？不行啊。配偶呢也不行啊。直系血亲啊，爸爸妈妈你的小孩啊，可不可以当见证人？通通不可以。除了这些有血缘关系、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不能当见证人之外，谁也不能当见证人。受到遗赠遗嘱，最后你不是继承人但是你受到遗嘱里面说要给你遗产，要给你遗赠，受遗赠人或者是受遗赠人的配偶跟直系血亲一样不能当见证人很多这个自己在制作遗嘱的人也好，或者甚至是律师在帮你制作遗嘱也好，很多没有常常在做这个业务的律师往往会忽略一个什么问题？找错见证人。跟人家讲，跟客户讲，见证人你自己带过来就好。结果人家带谁来？人家带我的儿子，带我的孙子来，带我的太太来。结果到现场的时候没有跟律师讲，我这个继承人的儿子、太太，或者是继承人的爸爸妈妈什么，没有特别跟律师讲，律师就让他当了见证人整份程序都做完，等到你未来要拿去登记，要办理遗产、要继承、要登记移转的时候，才发现什么问题？别人跳出来讲话，你那个见证人是无效的见证人，因为有无效的见证人，所以你整份遗嘱都怎样无效？这个找错见证人就会让你前面做的事情通通功亏一篑所以要注意见证人，如果你有违反规定的状况，会造成你全部的遗嘱都无效。见证人造成遗嘱无效，我跟你讲，这个案子8000万本来要给8000万结果最后就因为见证的遗嘱无效这件事情，造成这个8000万要给出去的这个遗愿完全没办法达成。那个助教老师你帮我播一下这个网址，点进去它有一篇报道，帮我播报道里面的那一个影片。可以吗？可以播吗？好，可以。就上面这一段，就是最上面那一个，它点播放之后就可以全荧幕。右下角有全荧幕，然后还有那个音量的控制。很感动。在恩师裴香泉的追思会上，名导邱立宽献花时，忍不住红了眼眶。电影界资深制片裴香泉前年因病过世，享受72岁。没想到他留下的遗嘱，却让爱徒邱立宽如今被告上法院。原来呀，裴香泉身后留下超过8000多万元遗产。因没有家室，都依代笔遗嘱分配给邱立宽等人，
和汉信公司的员工，却没有给家人。3位亲弟妹因此质疑遗嘱效力。裴祥全的妹妹提告指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份遗嘱，遗嘱内容也不像哥哥的语气，而且遗嘱的见证人就是汉信公司的员工，违反民法规定，应该无效。邱立宽则辩称，和裴祥全的师徒关系犹如亲人。裴祥全和弟妹们却情分淡薄，等到裴祥全病危时，弟妹们才来虚情假意关心，让裴祥全感到非常心寒。不过法官审理认为，遗嘱见证人的确是汉信公司的员工，资格有问题，不符合代笔遗嘱的要件，因此判决遗嘱无效。对此，裴祥全妹妹委任的律师表示，这个事情很扯，这个家属都不知道的遗嘱，你这样子搞，全部的遗产都给邱立官跟员工，你说很离谱吗？偷偷来，全部都偷偷来，这样子后来跟他和解，想说算了，我们把邱立官当成一份让步了，但是他完全不愿意。而邱立宽回应，要打官司就打吧，不要再打嘴炮。同样是遗嘱受赠人之一的制作人杨志明则怒批家属，他们就是把人家的善意当粪土，你知道吗？那阿宽现在只是在执行老板的任务而已，已经对他们很容忍了，已经给他钱啊，给他怎么样，但是要的更多。动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到什么问题？制作的怎样？代笔遗嘱怎样？不是代笔遗嘱，抱歉。老师自己制作的遗嘱，对，代笔遗嘱没错，他找律师制作了代笔遗嘱。代笔遗嘱为什么无效？因为找了员工啊，不是找员工就无效哦。报道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会无效？因为那个员工啊，本身就是怎样？根据遗嘱里面，对，就是受赠人。因为那个员工根据遗嘱就可以拿到财产，所以你不能拿他来当见证人。你拿他来当见证人了，然后跟法院讲啊，那个是裴祥全本人的意愿啊，他天生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怎样，跟兄弟姐妹没有往来，他认为兄弟姐妹对他不屑一顾，所以我1毛钱都不想给那些兄弟姐妹。你讲这些讲的煞有介事，讲的这个振振有词，有用吗？没用。法院回过头只跟你讲法律这件事。你说他有这样的本意 ，OK 啊，我可以接受啊。但是他把这样的本意写在遗嘱里面，那你就得照法定遗嘱的方式去走。你不要跟我讲那是你的本意，但是你创设了一种新的遗嘱制作方式，没有这种。我跟你规定的遗嘱制作方式里面，我就跟你讲，受赠人不能当遗嘱见证人，你偏偏要拿受赠人进来当遗嘱见证人，那抱歉，我就跟你讲怎样，遗嘱无效。遗嘱无效，我请问你。邱立宽根据遗嘱可以拿到的8000万遗赠，遗嘱无效，请问邱立宽拿得到钱吗？拿不到啊，因为遗嘱就怎样，就无效了。那你看这份遗嘱，裴祥全有没有找律师做？有，报道里面跟你讲什么？找律师来写代笔遗嘱，所以我就跟你讲，很多遗嘱的业务律师可能平常也不是办的那么多，你去找律师做了代笔遗嘱，结果他忽略，忘记跟你讲。见证人不能是受赠人，忘了跟你讲这件事情，结果最后怎样？整份遗嘱都无效。你前面弄了一大堆，你说你跟你的兄弟姐妹没有在往来，你说你不想给那些跟你没有往来的、对你不屑一顾的、完全冷血、形同陌路的这些兄弟姐妹，你不想给他们1毛钱，结果呢？你做了一份无效的遗嘱，无效遗嘱之后谁拿钱？一样，你的钱又回到兄弟姐妹身上。完全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完成一件你的遗愿都没有遵守到，都没有落实到，反而都回归到你本来最不愿意的方式。这个是遗嘱如果你制作错误会发生的问题，会发生的问题。那我们最后跟你讲完遗嘱的制作方式，前面也跟你讲完继承的概念，什么应继分怎么算，特留分怎么算。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长荣张荣发的这个案子，帮我们做最后一个总结。长荣发的案子，长荣发过世之后，报道说张国伟拿到140亿的遗产。140亿怎么算？我们一步步来看。张荣发过世了，张荣发留有几个小孩？张荣发留有跟前妻所生的4个小孩，包括哪4个？长子、次子、三子，还有一个女儿，张国华、张国明、张国正，还有一个女儿叫张淑华。女儿已经过世了，那其他女儿另外还有留下小孩，也就是张荣发的孙子女。
张荣发抱歉打断一下，因为那个 PPT 跑到很小格了，可以把它变大，把它变到好，我处理一下。有变大吗？可以，谢谢。好，张荣发过世了之后，他跟大房留有4个小孩，其中大房已经过世了。跟二房呢，二房的配偶还在，并且留有一个小孩，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张国伟。所以总共留了几个人下来？大房妻子过世了吧？妻子留了4个小孩，张国华、张国明、张国正跟张淑华。张淑华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照法律的规定呢，张淑华本来可以拿到的那一份，可以由张淑华自己的小孩来帮他们已经过世的母亲拿走这一份。这个是法律的规定，我们把它叫做代位继承。所以在算应继份的比例的时候，我们要把张淑华这一房一起拿进来算，你就知道应继份的比例总共要分几份。跟大房生的4个小孩，大房已经过世了，所以大房就没有了，剩下4个小孩有。还有呢，跟二房的小孩，二房留有1个小孩，4加1总共有5个人。5个人之外还有什么？二房那个时候还在不在？还在，他是张荣发的法定配偶。所以在张荣发过世的当下，法定配偶还在的时候，法定配偶也可以占1份。所以总共要分几份？分6份。配偶跟其他的大房子女，还有配偶跟他的这一房子女共同继承的情况，照人头分，所以每个人可以分6分。抱歉，每个人可以分1/6。每个人可以分1/6之后，再来我们要计算什么？特留份。为什么要计算特留份？因为张荣发留了遗嘱，遗嘱跟你讲什么？遗嘱跟你讲，我全部的财产都要给第4个儿子张国伟，我都要给4子张国伟。张荣发做了什么？做了应继份比例的调整。那开宗明义我就跟你介绍，应继份比例可不可以调整？可以调整，因为我们要尊重张荣发的意愿。但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兼顾什么？兼顾这5个小孩还有配偶他们的期待权。再怎么调整都不能调整到侵害特留份的状况。配偶跟小孩一起继承的时候，特留份怎么算？应继份的1半。那刚刚应继份上张投影片已经算给各位看了，应继份总共5个小孩加1个配偶嘛，总共分6份嘛，每个人拿1/6嘛，所以特留份就是多少？1/6的再1/2。每个人的特留份是多少？1/12。只要这个人没有丧失继承权，他可以拿到的特留份至少就要有1/12的特留份。什么叫做没有丧失继承权？什么样的情况会丧失继承权？不孝条款啊，只要有不孝条款的情况，就会丧失继承权。什么叫不孝条款？你爸爸过世是因为什么？你故意把你爸爸弄死的，或者是你把你爸爸弄死，或者你没有把你爸爸弄死，但是你因为想要得到你爸爸的更多财产，所以你把你的兄弟姐妹弄死。如果你有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弑亲这种惨绝人寰的行为，我们把它定义成不孝条款。只要你有这种情况那很抱歉，你会丧失继承权。丧失继承权的意思就是我连特留份的保障都不给你不孝条款。除了你把别人弄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你用拿枪拿刀或者是用骗术骗你爸把遗嘱写下来，或者是你爸要写遗嘱要去修改遗嘱的时候，你拿刀拿枪或者是骗他，叫他不要改，逼迫他不能改，不准改，有这种妨害他做遗嘱的自由意愿，你也一样会丧失继承权。还有什么？遗嘱写出来之后，你虽然没有去这个拿刀拿枪逼迫他，去胁迫他，没有去骗他，但是怎样？遗嘱写下来之后，你怎样把遗嘱藏起来，或者是把遗嘱烧毁，变更企图变更本来那个人要有的遗嘱分配的内容。有这种方式，我们也会让你丧失继承权。最重要的，大家最常用的一种，第4种，真正的不孝怎样？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如果你有这种对已经死掉的这个人
在他在世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对你爸爸妈妈有重大的虐待或侮辱，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想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剥夺你的继承权。这个是实务上应用最广的一个条款。什么叫重大的虐待或侮辱啊？法院把这个重大的虐待或侮辱它的要件放得很宽。怎样宽？不是真的一定要殴打打成这个造成伤害啊，怎么样才算重大虐待或侮辱？不是，法院认定什么？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你父母需要你抚养，你也不养。你父母这个已经重病了，可能最后一口气临终了，要看他最后一面，你也不去。长期的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法院认定属于虐待。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不想让小孩子继承财产，可不可以？可以。你只要表示出来他不能继承就好，表示出来就好。怎么表示？你跟别人讲可不可以？可以。最不会有争议的方式是写在哪？写在你的遗嘱里面。写在你的遗嘱里面，写下来，遗嘱有效的情况，就可以让你写的那个人丧失他的继承权。那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我刚讲这个假设我本身我是爸爸，我过世了，我有大儿子好了，跟我的大女儿。那我大儿子呢，长期对我都不理不睬，也没有照顾我，真的老死不相往来。我不想要给我大儿子任何一毛钱，让我大儿子丧失财产，丧失继承权，可不可以？可以嘛？我认为我大儿子对我怎样有虐待嘛，并且我写在遗嘱里面写说什么？我大儿子不准继承我的财产。问题来了，我大儿子有没有孙子？有孙子。大儿子不孝，代表孙子不孝吗？不代表孙子不孝。所以你要注意如果你写在遗嘱里面写说大儿子不孝，我不让他继承。当大儿子丧失继承权的时候，对孙子会不会有影响？孙子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孙子会认为什么？我爸爸对阿公不孝，我的爸爸本来应该拿得到继承权啊，但是他今天对阿公不孝，导致于我爸爸拿不到了。那如果我对阿公还是很有孝心，我爸爸拿不到，让我也拿不到，这样公平吗？不公平。所以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如果要丧失继承权你一定要写在遗嘱里面，表明清楚说丧失继承权的人是谁。如果你只写我的大儿子丧失继承权，孙子可不可以上来代位继承，说要拿我爸爸，要拿我这个爸爸对阿公不孝，要拿我爸爸那一份？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大儿子不孝，不代表我的大孙子也不孝。如果你要大儿子那一房的人通通不准继承，孙子曾孙一直延续下去，通通不准继承，你要写清楚。如果你没有写清楚，你写不让你的大儿子拿，那抱歉，效果就只在大儿子不准拿。但是当大儿子不准拿的时候，孙子可以跳出来讲话，说我要帮我爸爸拿我爸爸的那一份。虽然我爸爸不能拿，但是我本身呢还是可以拿，而且我对阿公怎样也是很有孝心。有的老人家在制作遗嘱的时候没有写的那么详细，没有去顾虑到要一并把孙子底下那一辈的继承权一起剥夺，这个在后面就会产生问题。有没有方式？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不要去管那些什么有效无效，或者是遗嘱可能有瑕疵的问题。我就是想要自由自在安排我的财产给我想要的人，哪怕他是继承人也好，哪怕他不是继承人也好，我想要自由自在安排我的财产，可不可以？可以。实务上有一种变通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死因赠与契约。死因赠与契约呢，法律上的定义叫做什么？以死亡为条件，当你死亡的那个当下，就会发生财产转移给特定人的效力的一个赠与契约，我们把它叫做死因赠与契约。你听起来会觉得，这不就遗嘱吗？我死因赠与契约跟遗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法律的奥妙之处，我跟你讲就在这里。它明明你感觉起来好像是同样结果的事情，但是它可以用不一样的文字、不一样的文意赋予给它一个新的概念。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走遗嘱的方式，
不想要受到特留份的限制，有没有规避的方式？有，用死因赠与的方式去做。死因赠与因为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啊，所以我就跟你带到这里，让你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好。死因赠与制作的方式也不困难，它反而没有遗嘱制作的方式那么严苛。像刚刚那个赔偿权的案子，如果他不想要，我就是1毛都不想要给那些兄弟姐妹，而且也不想要保障他们的特留份，有什么方式可以做？改成用死因赠与的方式去做。律师帮你做死因赠与契约，比律师帮你做代笔遗嘱会发生问题的几率还来得更低。为什么？因为死因赠与的门槛不高，只要你确定你写下来的内容都没有其他的，譬如说违背法律的规定等等的问题，死因赠与契约原则上法院实务上对它的效力认定是放得很宽的。那我简单就把死因赠与契约跟你们带到这里。那回过头，这是刚刚那个影片邱黎宽继承恩师赔偿权的遗产为什么会无效？因为见证的员工就是受赠人之一所以导致这个赔偿权的8000万的遗产不能给公司，也不能给公司的员工，也不能给邱黎宽，要给谁？给他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兄弟姐妹。法院的认定是这样为什么法院这样认定？你遗嘱就找了无效的见证人你遗嘱就找了无效的见证人，我有可能说见证无效，但是遗嘱有效吗？不可能嘛，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个案子怎么解？有没有得解？可能可以啦。未来因为那1审判了，2审可能还在吵，2审可以去吵什么？可以去吵一件事啦。虽然赔偿权利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但我能不能说那个无效的遗嘱是一个死因赠与契约？不知道。这个是未来在他们的案子在2审可以另外去吵的事情。只是说如果你事先有这样的想法，你把这样的想法跟律师沟通，我们一开始就会给你一个更有效的建议。我就直接把它做成死因赠与契约就好，我就不要在那边写成什么代笔遗嘱，然后之后再去上法院再去吵代笔遗嘱无效，但是我要转换成死因赠与契约，不用那么麻烦。一开始就写清楚那个是死因赠与契约就好，大家都没得吵。这个是他们的案子赔偿权的案子，未来可能会有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看张荣发的案子，你已经确定了总共有6个人，所以应继份的比例是6分，每个人是1/6，他们的特留份是1/12。这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已经过世的那个女儿她的那一份可以由她的小孩代位继承。有些时候有些民众他会搞混，他会说那代位继承这个张淑华，假设张淑华生2个小孩不要生3个小孩张淑华生3个小孩，这时候张淑华的3个小孩能继承的比例是多少？有人说3个小孩都要算进来所以3个小孩要再跟其他的人平分是这样吗？不是，3个小孩代位继承的那一份就是张淑华本来的那一份，所以张淑华本来的那一份是多少？是1/6所以他有3个小孩，3个小孩的代位继承一样是继承1/6，不能说你代位继承有3个人，所以3个人要加进来在一起平分，不能这样这样子会变成什么？生越多的赢越多我就赶快生了，然后这个弄个什么事故，我本人过世了之后，我生的小孩通通可以一起上去，把本来不属于我们家的那一份通通都拿走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代位继承只能继承本来的那一份只能继承本来的那一份。之所以要保障代位继承之所以要保障那些子女最主要的观念就在于那些更下一顺位的人的期待权代位继承你稍微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好，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上一代的人还没有拿到上上一代的财产就死亡的情况，或者是上一代的人因为对上上一代的人有不孝，或者是有篡改遗嘱，有胁迫制作遗嘱这种不孝条款状况的时候，我因为他不孝，不代表孙子女也不孝。这个时候保障孙子女的权益为了保障孙子女的权益，所以我们让孙子女一样有代位继承的权利。但是你要注意，代位继承只会发生在不孝丧失继承权跟死亡，不包含什么自愿抛弃。很多人会发生一个问题，我过世了，我名下有3个小孩，
其中大儿子呢爱赌博，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但是等我过世了之后，我要给我大儿子的财产，我大儿子怎样？欠一屁股债嘛，我如果有财产就会怎样？被查封啊，被扣押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状况，我说什么？我大儿子就说我不继承，我给我的小孩子继承，给孙子女继承，可不可以这样？不行，为什么？因为代位继承只会发生在死亡跟不孝丧失继承权这两种情况。你今天自愿抛弃了，你的下一代就没有期待权可言，因为是你自愿抛弃的。哦，这个是代位继承的一点小常识、小概念。所以最后总结带回来验算，张荣发死掉的时候，遗产大概有240亿新台币。6个人里面呢，已经跟你讲了，每个人的特留份是1/12，所以每个人的特留份最少是多少？240亿的1/12，每个人的特留份最少是20亿。张国伟可以拿特别多，除了张国伟之外，另外那5个人的特留份，每个人是20亿，所以那5个人总共可以拿走多少？100亿的特留份，240亿扣掉特留份的保障，剩下的都是张国伟可以拿走，所以张国伟可以拿多少？140亿，哦，是这样计算来的。长荣这个长荣集团张荣发的案子，张国伟可以拿到140亿的遗产，是这样估算下来的。啊，你看哦，张荣发这样做完了，240亿的遗产分给这些人，我请问你，240亿遗产要不要缴税？要缴税。遗产多少才不用缴税？1200万以下才不用缴税。只要你的遗产超过1200万，不好意思，国家就要来跟你要钱。5000万以下用10%去计算。超过5000万到1亿元的部分，先征收基本额500万，500万征收完了之后，剩下的照比例算15%。超过1亿的，每超过1亿的，先拿1250万，超过1亿的部分加计20%。所以你看张荣发的240亿，我先不用集聚去算哦，我直接算最后一个部分，240亿啊。超过1亿元的部分239亿，我算230亿就好，20%下不下的？230亿的20%，张荣发遗产收来讲多少？46亿啊！如果他什么规划都没有做，光是留下240亿的遗产，他就要缴46亿的遗产税，吓不吓人？很吓人，超级吓人。那怎么办？有一些可以避税的方法，像是什么？继承的时候啊，有一些基本的扣除额可以用，跟你一起生活的配偶，因为他有跟你一起生活的事实，还有你的小孩有被你抚养的事实，这些人呢都有扣除额可以用。可是扣除额没办法让你扣太多，一个配偶扣493万，一个小孩每个人扣50万，有丧葬费用让你扣123万。你说，鸿海郭台铭买了一个墓园5000万，扣除费扣除额可不可以扣5000万？不行，法定上限就是123万。我郭台铭我娶了，现在没有这样做，我举例而已啦。郭台铭我娶了10个老婆，10个老婆都要扣493万，我要扣4930万，可不可以这样？不行，配偶只能有一个，没有说你娶了10个老婆，你可以扣10个配偶，没有这种事。所以以张荣发的案子来讲，列举扣除额对张荣发遗产的规划帮助不大，因为都只能扣掉这些零头毛头。怎样才对张荣发比较有实益啊？你要用其他的方式特别扣除额，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太太先拿1半的权利，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张荣发留下240亿，今天张荣发的老婆之所以没意见，为什么没意见？因为财产全都给我儿子啊，都给我张国伟啊，所以我没意见啊，反正我儿子的就等于我的，所以我没意见啊。如果要节税的话，张荣发的太太可以做什么事？他可以要求240亿的遗产要先清算。如果今天刚好太太名下1毛钱都没有，太太名下是什么？0元。张荣发有多少？240亿。0元跟240亿的差额是多少？120亿。所以这个时候，张荣发的现任太太，她有权利干嘛？先拿走60亿的财产。我先拿走60亿，240扣掉60亿，剩下的180，那个才是遗产。你们张国伟们再去做分配。而且我先拿走的那个60亿啊，
我行使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那个60亿，要不要缴税？不用，你马上可以让遗产税从本来的240亿做计算标准，一下子缩减到180亿做计算标准，就省税上面一定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随便省下来都是几个亿起跳的钱那除了那种扣除额的方式可以用，最好还是怎样？你可以生前就做规划了，譬如说做一些保险买一些信托金融商品或者是你提前把你名下的现金存款用每年220万的免税额度慢慢移转给你的小孩，都可以避免等你过世的时候高额遗产税的产生。特别注意赠与免税额这件事我只建议你用在动产或者是现金的赠与，不要用在赠与不动产。为什么？因为赠与不动产现在有新的税制叫做房地合一税，你如果乱赠与不动产未来那个不动产如果有要再转卖的需求的话，可能有几率会导致你因此多付很多税。所以除非你有经过完整的规划，不要随便赠与不动产给你的小孩当然经过完整的规划认为没问题，那就去做，那就 OK。但是你不要什么规划都没做，想送就送，不要想送就送，只能用在动产跟现金。不动产要怎么做？如果不动产要想送就送，可不可以？也可以。基本的规划是什么？去做借名登记契约，搭配一些保全财产支配力的权利登记。譬如说什么？我把我的财产，我把我的不动产房子，买房子的时候登记在我大儿子名下，同时间跟我大儿子把借名登记这件事情写下来，说我只是暂时登记在你的名下而已。当未来我过世了之后，在我过世之前，这个房子主要的支配权一样都在我爸爸手上，我可以去干嘛？做个抵押权登记，或者是做个什么预告登记，避免什么？避免我大儿子翅膀硬了就想要把我赶出去。我的房子登记在他名下，他可以随时赶我出去。为了避免他这样制裁我，所以我可以透过预告登记或者是抵押权登记的方式，保有那个登记在儿子名下的房子的支配权利。简单的节税规划啦，那个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跟你们讲太多，但是只跟你们讲有个基本的观念让你们对这个未来哪怕是继承也好，或者是你们的遗产想要怎么分配也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那这个刚好时间也差不多，那有没有什么刚刚上课的问题同学想问的还是怎么样？来举手。那个老师，我请问一下那个死运赠与不是在有一派的理论上面认为死运赠与也要适用特留份的规定吗？死因赠与之所以会讲，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它不受到特留份的限制，因为它不是遗产的分配，它是独立于遗产事先做的分配，所以我才会附带跟你们讲死因赠与这一块，它可以完全不受到特留份的拘束。早期法院还有一些见解在争执死因赠与要不要受到特留份的约束，但是目前至少我碰过的几个案子，目前法院的见解都是认为我们要尊重死亡者的遗愿，如果他想要用死因赠与的方式去做，那我们就让死因赠与的方式不会受到特留份的拘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你们一起知道。对不起的是我在确定法院，因为我知道早期我死因赠与能不能是适用特留份的规定是有两派的说法。那您是说现在法院的实力上面已经认为他确定可以不适用特留份了？对，没错，死因赠与对。好，知道，谢谢。好，老师，请问一下，见证人要指定谁比较不会有争议啊？最好是朋友，跟你熟的朋友，隔壁的阿姨或者是隔壁阿姨的小孩，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有跟你的遗产有分配到有关系的人亲戚亲等，如果你不会算或者是不晓得到底跟他之间的亲等关系是什么，那我也建议你就是不要找亲戚。你要找亲戚之前，你一定要跟帮你制作遗嘱的公证人也好，或者是律师也好，一定要提醒他说这个见证人是你的谁谁谁，他可不可以做见证人？你主动一定要提醒律师这件事，他就会去检查。
这样子。好，再请问老师哦，那个自书遗嘱啊，我不知道我再确认一下，是自书遗嘱，它可以不用再请律师或公证人做担保吧？不用，只是我跟你讲的2个担保的方式是确认那个自书遗嘱的效力，在未来不会有被翻盘的空间，因为我不能确定你自书写的内容有没有瑕疵。如果你自己写完了，自己觉得没瑕疵，结果之后上法院，哇，被人家拿出来看，瑕疵一大堆，那等于你做的就是白工。了解。对。那请问老师，那按手印，那个立遗嘱人按手印，可是按手印的功用是效用是在做什么？按手印的意思就跟签名的意思一样，只是在自书遗嘱里面，还有公证遗嘱里面，它都一样是要求本人如果能签名，要以签名为主，不能签名的时候，公证人要特别写明不能签名的原因，才改成按指印。那如果你是自书的方式，我跟你讲，未来如果别人其他的继承人没有拿到财产的人，如果有意见，我如果是他请的律师，我第一件事情就会去争执按指印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我会去说什么？我爸爸、我妈妈明明有签名的能力啊，为什么你要按指印呢？我合理怀疑这个按指印是被胁迫的，他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被偷盖这个指印，所以他没有签名，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法院要不要调查？要调查。好，会有这个问题。那按指印怎么比对啊？比对这个是他的指印啊？对啊，我们现在新的可能比较老一辈的可能没有了，可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他可能在有一些户政、户籍系统等等，可能都会有他的指纹有留下来过。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指纹的真正性，假设他只盖指纹的话，我如果是对方律师，我未来如果我能确定他的指纹没有建档，我一样会去争执这件事。那个指纹我哪知道是谁的？那不是我妈的啊，那不是我爸的啊。谁要负责证明是我妈我爸的指纹？你拿出遗嘱来是你要证明哦，不是我要去证明哦，不是哦，因为我是对遗嘱有争执的人，这样懂意思吗？哦，对，好，谢谢老师。好，好，非常谢谢伍宜德律师。我想可能还有人要请教他哦。我现在再开放一个名额。然后问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开放了，好不好？这个因为有人已经慢慢在退出了哦。伍宜德老师，我先介绍哈，伍宜德老师是法律扶助基金会桃园分会的伍宜德律师哈，他讲得非常亲密，而且讲得非常好哦，人家头脑非常清晰，脑筋非常好。因为读律师的话，我听到里面非常清晰的其中一个很棒哈。我们现在再请一位来演讲，演讲以后我们就要结束，要谢谢他了，谢谢。老师，我有问题。好，来，请说。请问这些遗嘱写的地方有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哪里写？你指的是写在什么纸上，还是在什么地方写？地点没有，完全没有，你在什么地方写都可以。好，了解，谢谢。对。校长的麦克风忘了开，要注意一下。我们谢谢吴律师，谢谢，拍手鼓掌啊！谢谢非常精辟的演讲，谢谢。什么时候要再开课？好啊，我们谢谢我们的吴律师。那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应该我们还是可以请教吴律师，对不对？可以，那个助教老师那边都有我的电子邮件，所以可以帮同学整理一下问题，然后可以统一寄电子邮件给我我原则上会答复给各位同学，所以没有问到的也没有关系可以透过那个教会这边还有那个老师们可以把问题反映给他们，他们会另外寄给我，这样好吗？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个同学，因为我们这次讲座有蛮多是那个不是我们原本松大的同学的社区的朋友，那如果说你们有一些，比如说像讲义不知道如何下载，都可以
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粉专去下载。那个粉专也有那个收讯那个私人的留言讯息，那如果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在那边，然后我这边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助的话，也可以帮同学就反映给老师。那个全人生命教育粉专协会粉专就像现在那个分享作业的那个 QR code 可以直接扫。那个在那个讯息的那个部分。就是我有留一些讯息，可以直接就是大家是可以复制，然后把资料先留下来。那我们下礼拜3就是还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线上教室，那我们还是有那个线上的讲座。好，我们是请到那个吴信如老师，然后是讨论那个从德国的抗疫经验，谈如何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对，好，那现在把时间就交给校长吗？我想问一下那个吴律师啊，如果说我们以后那个课程需要的时候，能不能来帮我们上课？可以啊，没问题啊。如果你们有其他有兴趣的议题啊或主题啊，如果说想要听听看的话，也都可以另外跟我们安排，都可以。好，谢谢。好，没问题。对。然后我们线上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那个刘英燕牧师，你在线上吗？在，也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Hello， 嗨，谢谢吴律师。特别在上个礼拜结束演讲以后马上回应我们的学员的问题，透过 email， 真的感受到你的热情哈，也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在这社区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哈，希望这个平台真的是成为我们社区全方位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全方位的，从0岁一直到99岁。同样这个时间，我们也有这个夏令营哈，是线上的夏令营也跟我们一样哦，每一天都90几位哈，在线上我们一起，不管什么年龄，我们就是终身学习。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3见哦。谢谢吴律师。谢谢牧师的帮忙，谢谢，谢谢，祝你拜，下个礼拜见哦，谢谢。这一次是由于我们松来办，再过去有连续很多星期3的课程，还会继续办下去。欢迎各位呢都一起来享受分享，谢谢，拜拜，谢谢，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再见 ，Give me five。雅琴姐，谢谢校长，谢谢副校长，谢谢大家，谢谢。下个礼拜3见，安排的非常好，哇，引起大家这个很大的回应哈。下个礼拜见，拜拜。等你们退出哈，我们再慢慢的退出。红色的，哎呀，好久不见了。我看到了我们的同学耶嗨 ，Hello， 好久不见了，还有张老师，对呀，很高兴看到大家，哇，气色很好，大家气色都很好。如果有打开这个镜头的哈，下个礼拜见喽，好不好？哈，再见。这个信如老师很棒的哈，德国方面的哈，这个博士哈，他很关心我们。好，大家。